經書講，在簽人數14、29節咁樣講到，有隻內心嘅人都係十分有聰明智慧，佢呢隻人都唔係暗盲，盲人也唔係暗盲，不壓也唔係暗盲，做出暗牙嘅路嚟。呢個簽人14第30節咁樣講到，心中獨立有田嘅心。都滅自家嘅身體生命舒服，係講心中度你有五感人嘅心，都滅自家嘅骨頭潮風，咪意思呢？係講一個心中你哋有快樂有甜，佢都有本自家嘅身體健康舒服前度。嗱，係講一心中度你有五感人嘅心，思想滅自家嘅平通又嚟了，然後心情又唔冇了。降價降了，因為講一骨頭潮風，就係熱切嘅平通安度。嗱，所以是個心中度唔好變有唔感人，唔好變有不壓，也唔好變有少。嗱，心中度你要甜嘅心，都乜嘢係身體舒服。你係會得呢？就係嚟到上帝嘅面前，嚟求一個恩典，一個平安快樂，充滿落一個心中，你心中你得到一個平安，得到一個快樂。就身體得到舒服，平通到效來，阿門。